咁我送俾大家呢一首《繁星》。識唔識唱啊？呢隻？如果呢個識唱，我哋一陣又試下一齊唱好唔好？好。做什麼都不被看好，自問自質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仍想去做。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，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？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裏卻拼命相信。試下咯喎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。若我熱情已然未乾，成敗與否看我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到底為什麼平凡人那麼多，都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裏卻拼命相信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